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0，彼得前书1章17节安尼讲：无用外貌处人，是照逐人会行罪来审判的。恁若求叫伊做爸，就着尊敬畏来经过恁脚骹伫世间的时阵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尊敬畏来经过脚骹伫世间的日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审判万人的上帝，你是圣洁无瑕疵、无阻碍、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尊重，也要学老甲称颂你的荣耀甲威严。主啊，你的信息远过诸天，你的慈爱存到万代，你的恩典永永无穷尽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互阮通称你做爸。主啊，总是你也是按照阮逐人的行罪来审判的爸，所以阮就着尊敬畏的心来敬虔过阮伫这世间脚骹的日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无对无知的事欲，乃是用敬虔的心来过每一天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